冊。冊字共8筆。第一不橫，第二不豎，第三不提，第四不撇，第五不撇，第六不橫，第七不豎，第八不點。左右結構。冊的字義：裂開，冊，冊裂，天旱地冊。冊的詞性分類解釋：動詞，裂開，喻，天崩地拆。唐，杜甫登岳陽樓詩，吳楚東南冊，乾坤日夜浮。花朵開放。聊齋志異，卷11，香玉，芳柳連間，花遙遙玉冊。分開。唐，白居易族古詩100首之一，誰家無夫婦，何人不離冊。毀壞。唐，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500字詩，賀良幸未冊，支撐聲色寫樂。